走過官也街一帶，有一棟不為人注意嘅綠色建築物，前身就係海島市政廳。1963年11月30日成立，大樓建成喺20世紀20年代初，屹立於氹仔告利亞斯利華街，周圍係一啲矮小且古老嘅建築物，包括三婆廟、伊靈廟、觀音堂、北帝廟、天后宮等。政府曾一度想發展呢一帶，附近嘅益隆炮竹廠就曾被計劃改建成高樓，但係遭當地居民反對。海島市政廳成立之前早喺19世紀中期葡萄牙人已經踏足氹仔島，而1848年氹仔駐軍司令就擬定咗第一份地方行政規條。1869年就頒布咗命令，就設立海島市政委員會，就以應對海島對船隻、居民同埋商店嘅不斷嘅攻擊同埋搶掠。呢個就係海島市政廳嘅雛形。而隨住商業活動同埋人口嘅顯著增加，為咗鞏固同埋方便海島嘅行政工作所以就喺1872年任命咗首位路氹行政委員會行政長官。設立海島市政廳之後，路氹嘅大小事務都落喺佢肩上，衛生、消防、街市、屠場、交通、墳場等，亦都負責維修保養公路、水源、舉辦文化康樂活動等。1992年，澳門政府頒布法令，將呢一座原海島市政廳大樓列入具建築藝術價值建築物名單。經過海島市議事公局、海島市市政廳、臨時海島市政局等時期，結束政治角色後，喺2002至2006年重修，搖身一變成為路氹歷史館，展出路環嘅出土文物、氹仔前海島市政廳地下室石結構遺址、離島各村落變化同宗教文化等，呈現早期路氹歷史及文化，介紹過去農業及部分手工業嘅概況、建築特色和路氹近年發展方向，保存住路氹嘅歷史同文化。